跟住要講一講債券。債券呢，其實就係由企業或者政府，我哋泛稱叫做發債機構啦，就發行一啲債務嘅工具。佢嘅目的呢，就係向外借貸嚟籌集資金。咁發債機構呢，一般都會承諾呢，喺指定嘅日期就償還本金同埋個利息嘅。如果你係投資喺債券嗰度，你實際上就係借緊錢俾嗰個發債機構。你可以喺發債機構第一次公開發售債券嘅時候呢，就直接向嗰個機構去認購呢個債券。例如之前認購香港政府發行嘅通脹掛鈎債券啦、綠色零售債券啦、銀色債券啦，同埋香港國際機場零售債券等等。如果債券係喺交易市場上面上市嘅話呢，咁佢嘅買賣方式就同股票係差唔多嘅。至於非上市嘅債券，你係可以透過銀行或者去揾經紀喺二手市場嗰度就買賣。組成債券嘅3個關鍵元素呢，咁就分別係本金、票面息率同埋個年期。本金呢，亦都叫做票面值或者係面值，咁就 par value， 通常呢都係100蚊嘅。即係話債券到期日，個發債機構需要向持有人還翻嗰個款項。票面息率 coupon rate， 咁發債機構呢，就係會用呢個息率，每年按債券嘅本金係向持有人支付利息嘅。利息通常都係定期派發，例如每半年一次或者係每季係派一次嘅。年期呢，就係指債券嘅有效期，過咗呢段時間就係到期日 maturity， 咁就係發行機構歸還翻債券持有人面值資金嘅日子。嗱，咁我用個例子去解釋。投資每手100股面值1萬蚊嘅企業債券，咁買入價呢就係97蚊，就2年期嘅，票面息率就係5%，每半年派息一次，咁就即係等於1萬蚊乘翻5%，咁就除翻2，就係等於250蚊，即係每半年呢就派250蚊啦。咁2年裡面就會派息4次啊嘛。咁所以就會係250蚊乘翻4，就等於1000蚊啦。而2年之後，個發債機構會還翻面值1萬蚊俾你嘅。咁所以2年之後嘅收益回報呢，就係1000蚊嗰個利息收入啦，再加翻佢嘅面值1萬蚊，跟住就減翻你當初個買入價，就係97乘100，即係9700蚊。咁最後呢，就等於1300蚊。呢1300蚊呢，就係你2年裡面嘅收益回報啦。咁而再將佢按年去計算翻啦，咁你就可以計到平均每年嘅收益率就係6.7%啦。咁呢個6.7% 呢，就叫做 yield to maturity。